豆嘅有講俾來哦。有啊，啥事？有講。頭先係咩啊？搬厝 ，OK。搬厝。另人講咯。OK， 我就被tweet。爸比都講去看戲。讓live 嘅人看下，特啲 Skype 會，不特啲即係 YouTube 嘅 OK 啊 ，sound everything OK 咯。我唔知佢敲但咪死骨頭啊，我咪覺得啦無上嘅啦，係死散嘅。老了硬弱了。硬弱，我係硬弱。有冇個 try？ 我快食榴蓮。有，當然榴蓮。好閃啦！安尼熱天我食榴蓮啊，做個。未啊，未看病，免驚。我食未看病，食到這味。上個位嘛講愛就好啦。為人一食看病啊！我頂擺下啦，白滷未啊。即係？喂，頂擺較用咯，一食看病，白滷未可能是身體較好啊，個食物啊，無你用看病。我現食榴蓮，我鼻腔現流去好你看。你無食關係咯，就是。Testing 1 2， 咱講我下。Testing。Hello。我講聽，咱企咧我得聽下。Pride 48， F 聽好一小大聲，等陣 Pride 48。哎呦！啊？阿John聽到我笑。啊對。呀。咱去 Pride， 你啲 Pride 48聽下。對。哇，安怎無 listen 呢？喲！我等我去邊個學見 website， 邊個學見 website 聽看，要聽看我個聲有小大聲，到底喺邊？嗰一個人話你 join L， 我看到三百啦真了。Hello。你去到咯，三百啦真。我唔是啦，我是阿玲啊。你是阿玲啊，你唔是三百啦真 ，sorry。Testing 1 2。唔係不啦真，唔知哦，唔知有在冇在。阿 John， 你 Google Plus 會係10點呢？嚇？是咩？Google Plus 會係10點。แล้วwebsite 會係9點，我唔知幾點，แล้ว我看到 online 嘛 online。不嬲9點嘅，冇10點嘅。哇！10點冇是錯呢？又怕錯咧。I think because I think this setup 是我啲mountain zone 啊，所以對於 time 就哦。安怎要 time 就走去。我 time zone 我基本上 time zone set 嘅。都夠啦，冇嚟過。But regular 人在嘛？嚇。阿龍來了是咯，阿龍來了。Hello。阿龍。校長，豆水機袂來嘅，袂搞我 collect 個。係咪豆水機？伊叫我改買一粒豆水機嘛。Testing 1 2 3。Testing 1 2。Testing 1 2。攏講話看。做咩數？做小可？做咩 ？Testing。Hello。Testing。哎呦咯，阿南西瑞驚係出邊。大漢了咯，把你以後罵我幾波咯。Testing。啦，把你即我知罵我幾波。真嘅。Hello， 阿龍。Hello， 冇咩好啊。阿張你聲呢？阿龍嘅 line 冇啥物好水話㗎。darling 嘛。
不是 darling， 叫成子嘅叫咯 darling。哎呦，Hello Isaac，真係粗味佢咯。不是 darling 咩？不是 darling 啦，嗯，不是啦。當我看到你嘅時候，我那就是 darling 車啊。嗯。啊，那個啊。你看到伊頭一項哦，你用你車載伊行，伊第一間。我掠你話仔，你話車我環境走去了。走。係咪嘅走去？我看車哦，南西誒山啊，借位車我看車走去了。你看伊個，你走去會咁冇？這個人 Testing one。我哋諗放聲嘛。kalau tu testing up. Test. 1, 2, 3, 4, 5, 6, 7. 你住住樣係時上係啊，我係啊嘛，林耀。哦，你是聖杯。聖杯。聖杯。哦，聖杯。聖杯。阿龍，是聖杯。聽到會聽到。嚟，你 connection today 冇咩好事啊？你 connection because 你聲係對咧。是咯，阿龍嘅聲。阿龍，我聽講話就清楚。阿龍嘅聲嘛是。阿龍嘅聲嘛是冇什麼水啊。冇啊，我。耶？嚇！你聲乜對嘛？阿龍嘅聲乜對？我覺得。唔知？覺得情感嘅聲音就是話。這個情 baguette stripe 係啦，另外一個情沙龍。啲直頭冇衫啦 ，naked 啊 ，topless 啊。有啦。你知我記住我嘅情節就食屎嘛。有啲食先係嗬。係啦，咁素情枝啊，直頭素得了了啊。阿龍知道他，阿龍知道6點。錄2點。安南西我較濟吧嘛。我看見我對來啊，我當一禮拜我點來食我話下面啊，我看見你食我食咩啊？哦，錯杜卡，哎呦！錯杜卡，梗係冇意思啲邊個想食我杜卡？人都想食那些羅馬那些咩？意思佢食我錯杜卡。咪邊個杜卡呢？呢邊個杜白呢？好似啊，都買嘅俾隻你我錯嚟嘅煮啊嘛，嚟營煮你啊嘛。依嗰邊杜卡有味嘅，臭味嘅。喺度呀？未啦 ，OK 啦，你煎嘅手 OK 啦，你大學得100蚊。我大我嘅 sister 嘅厝嘛。哦，啦，咁嚟煮啦，啦，臭味咩？我係杜白個，杜白好似係喎。伊人嘅杜白無好食，我無試過食。像啊，英國嘅杜白我都冇什麼。我食意大利嘅好食哦，意大利嘅冇聽到是伊嘅 feet 啊，伊 feet 臭味啊。你冇食卡啦，你冇食卡乜臭味？冇情杯。咁你試 test 搞未 ？test 搞啊 ，OK， 我係係零嘅。John，佢哋講話冇 John。聖杯啊。OK， 聖杯。Okay, which one do I want to tweet? The YouTube? Okay, YouTube. YouTube feed. I say the events page. YouTube events page. Nah, YouTube feed, whatever. I cannot just okay, tweet. I want to tweet today. What? Okay. Show starting for Penang Hokkien. Topic 2. Eh, oh, the chat room
是你去 Bright 48 嘅 website 嚇，你去到你 chat room 等我看看擺一條。哇！你咩得一千嘅 page？咱去看 Pride 48嘅會嘅 chat，看咪個。Good job. Okay. Kau palang tu ya asik kanawan ya. Kanawan ya. Okay. So apa nak kuy dia case sesuatu lang way. Tahu chat like kau. Okay. What tweet apa ya? What tweet ya? What tweet what? Kita bukan sih cuma. A B. Okay. One, two, yeah. Actually, I put YouTube kahong. Okay. You can just watch it. Alright. 这位11月啦， 11個月未？這佢有人要來佚佗來食飯咯。點？我朋友搞飲料，佢本嚟搞飲料冇關係嘛就。叫嚟邊佚佗香港。一個人來佚佗，唔知咩意思。搞飲料，你是杜咪嘅嚇，杜咪嘅。冇咩關係喎。關係啊，你小講我諗下面。Hello 啊，你 ready 啊未？我就 ready。忘了了，個了衫啦，偷變個啦，等我啊。哇！佢近嘅，南西卡。我等 coming in。哦 ，OK， OK， 我把佢看到你 footage 㗎，水嘅，就係 footage 乜水。Anyway，let's start out。OK， 播出。哎呀，我未記佢，我係 sound effects 嘅真係。佢 on air 過啊，喺你 footage。我未過，我未看到 rough cut 嘅 actually。乜嘢？你做我 sound system 到啦。落玩嘅 music。online 不啦，我這是 online 嘅 music 嚟。哇 ，I know，but what I cannot，你我未聽到is music，攏聽到 music 咩？哦，愛大聲一個。我哋打咩啊？打百度哦，就我哋聽人嘅比如。哦 ，OK， 攏個聽到攏聽。人嘅比如誒。online 嚟嘛？誒？你冇大聲嚇？冇 music 就是會啦。嚇！你冇聽你聲咩？冇冇 music，冇了。冇啊！冇事啊 What the fuck？ 哦，鐵櫃等人切過一嚿啫。啊冇啦。係哦，佢切嘅舊啦一嚿了，我唔喜歡舊咧，舊咧，了啊 ，coming soon。應該是禮拜10個啩，可能。6月16先是。10啦，聽到未？咁落。哦。just style sound system output。哦。伊嗓無咩好食嘅。特別近住阿 John 嘅麥加細聲，而家加細聲，聽你講話較細聲唔好。就是有時真係是我家長講伊聲真細聲。加細聲。等陣，我 focus troubleshoot this motherfucker。
Oh God！ 阿 John 啊，你對佢講 fuck the ducks。 You. Ow! Fuck my elbow! Ouch! 阿龍就冇去啦。 Drop here. 安怎啊？伊背音啥無言的咧。setting 的事哦。我冇聽到你 music 啊嗱。講緊聽咗 a 無 few bars 有啊。哦，當然有啊。無。 Just a few bars and then the line got cut. 特別我聽到啦。有啦，tapi it's very teeny 啊。你外聲夠大聲。有瑞聲聲大 OK，聲。大聲。瑞聲 OK。佢聽佢啲聲咯，咪講話㗎啦。OK。我聽到 music 我知道。無。Totally 冇啊。Totally 冇。Shit。打啦。Oh, I know what the fuck's going on. Okay, YouTube 唔對啊，我知。So the default input has got to be. Okay. Hello，冇唔對。Hello。聽到啊？ Very soft. Default. No, not default microphone. Default input. Hello. OK， 我講嘅話有啊，特別冇聲嘅啊，冇唱嘅啊。有當冇唱啊？啊有啊。Ah, yeah. And very strong. 啊有啊，講緊 OK 啊。Yeah, I did everything right 啊，我唔知做咩事佢錯咗呢啲啊。OK， 有唱啊，我聽到冇咧係唱。唱啊。Yep。哎喂。OK， 咱就 start 了當 game。Chat room 冇人啊，冇人 means 冇人聽啊。只人聽到個那 audio 嘅 feed 嘅話，就其實 chat room 嘅 participate， 那是講เรา到啲 live 嘅會聽啊 ，YouTube 會聽，那是用嚟 Q&A 嚟講，哇 Q&A 都好似講 Q&A， 冇人聽 Q&A 個，啊有啊 ，How are you? Hello, I'm very good, Kaderida. Okay, alright, let's start 啦哈，半抽。Yes, very good. 各位聽眾 Oh, finally. 來邊嚟學嘅咧，即係我這個禮拜，我真歡喜個對嚟甲人講，有講有潮你有幫助，上大聲 over modulated 咯。Hello 嚇，我今日啊，幾大人就 sexy 啊，情子嘅話，我情子情子嘅靈動嘅，我就嚟看到，有人看到。你使講，攞咪看了未掉字啊？沒有，包成績掉沒有天高。看了包掉字啊！啊那攞邊啊，大問題，細問題。啊，多先係彈架了啊，爆架了啊！攤對嘴啊，你攤對嘴。OK 啦，開始入邊這禮拜我特別入面就是老椒啊，靈動係青枝。平時歡迎，歡迎 ，Hello， 大家好。了啊，個有老椒啊，玲歡迎。Hello，大家好。你啊，邊度做？作家史講緊無情殺手，別使 show video。哦，食屎啊！我俾你攞出阿玲，我俾看路。
了個有老鳥校長阿龍， Yo，你情伊個無啊，伊頭晚是個你幾若點啊？了個老嗱啊一點出來啊，了個你個男個你不啦，個男婿歡迎，男婿無寫英文是無清衫嘅啫。冇啦，我冇情況呢，我情衫。你我是冇情況嘅，嗰啲我情卜呢。你同學嘛？嚇，而家最好嘅。個人誒學拿厝鋪卡佬，誒咪是原熱烘。熱烘呢？啱，梗係而家情之費嘛。會攞嚟注啊，對啊，對個了表，了個誒，當晚阿玲是出小英姐啊，來出小英。ai kết quả à? Lại à Linh 我未看到你啊Linh。嗱我開個嗱，得卡割嘅淡薄，佢 sexy 淡薄嚇，你小英家就是家這個相啊，家情侶嘅相啊，你驚咩大波？咁樣落來淡薄。係咩？唔係啦 ，please 當。我覺得兩本 sexy 啊，其實這個咧就做數。OK，呢一個另外就 sexy 嘅就是咧，我疼 sexy。係，我聽 singlet 本咯，一做啫咪。做個屎啊咩啊？呀，我疼 singlet 本，แล้วก็個星杯。個個成杯滿 sexy 個成杯情 sexy， 成杯個情 headband。冇啦，情殺，頭我喺度。情 headband 咯，個大蚊。大幾好，成杯。喂，有講緊 finally 啊？拍超好咯。成杯，แล้วก็ว่าอะไรบอลังซัดฮอดเองบอลังซัดจะ搞啊當經。大幾好。我諗實啊，頭時比較用 Google Plus 啊，一個幾多啊，用 Skype 啊，等佢可以脱掉啊，搞啊，歡迎。嗯，大幾好。誒，我諗實你冇教啊，你 release 個。嚇，未記起。嚇，我去 office 做啦，個 send 我咯。使 no problem 個，我冇看到 rough cut 個，所以你教啊。然後 OK，各位，即係禮拜我未講嘅話題就是搬厝。嚟講話潮最近直接冇得急搬條潮。哇，3個字整。講。我咪好講咧。我未咯，我未咯。你搬條龜厝嗰時，我感覺應該是搬條龜厝啦。當叫龜厝啊？還是頂打？南西看條龜啦，我是冇看到。就咁講龜厝。啊，一間嘅是頂打一間。當劍大條嘅。哦，特別你感覺。大條啲白曉特特冇講就隻龜嘛，我是唔捌到條啦。哦，冇我叫我妹啦，咪講龜個，龜咧是。啊，我是妹妹係是你搬厝時你會燒就是燒。我真濟想，我哋中國搬轉嚟邊咧嘅點先國際個，我哋中國搬轉嚟邊咧嘅點是坐船轉嚟，我咪叫坐船轉嚟，坐飛機轉嚟上貴嘛，我咪坐船轉嚟咯。單單是車爾啦，我就已經有27箱啦。哎呦！哇！哇！你冇了，我幾可以丟嚟入7箱啊？個表係車27箱。車你啦。古仔係物件個，古仔係其他物件個。你車是㗎嚟搬嘅。就冇車，我就個俾車，你啲中國有寫車笨魚嘛？吉利出隻車，這樣吉利。我出隻車，我車個凳個，你自己搞。正正。哦。係嗰啲係。嚇。然後沙換一隻咯，拎天嘅沙係廿部端嚟咧，我荷蘭㗎啦而家。係咪沙？你咁樣沙荷蘭我，赤唔係荷蘭我。攞事咯，嗬，梗講嘅嗬。嚇，所以你嘅帶嚟荷蘭阿龍，你不要去香港荷蘭。啊，就是去香港荷蘭。你講中國啊？你中國去荷蘭冇較好。我哋中國荷蘭嘅。哦，我上我老端係接邊嚟荷蘭。冇，我哋中國荷蘭咧，我哋中國，你點知啊？我對嚟整嘅，我古幫我大一個人大2層樓咋。
係咯，大陣咯，我冇揸隻物件咯，特別我物件真靈利啦，係咯，我有真隻物件，我攞咗無價轉嚟就，我喺點先喺公司裏邊做工咧，我有一間房間 pantry room 啦，適合人啉水嘅。我就啲一啲水房裏邊咧就打抓咯，有一個 community board 嘛，我打抓裏邊講，我有隻物件俾荷蘭，我知道 list 出來咗，有蝦米物件大喇幾條，蝦米面包幾條，係啦衫蝦米 size 幾條，係啦有蝦米媽媽衫買物件，迄個 X file 嘅 DVD 啊買了嘅，我覺得你真等於，喂，我興趣嘅 X file 嘅，睇安怎做嘅？有興趣就考啊 extension number， 所以人考 extension number， 我就辦機俾佢，樣就有咧是暑假，譬如講，我舊幫啲香港嘅飛機店，我買過一個 portable 嘅 DVD player， 其實我冇用條嘅就，我用啲幾廿刀嘅就，特別係點先旅行嘅啫咧，搞開咯，買對嚟咧，我用幾廿刀呢，所以我嘛，看住就有興趣啊，我100塊200塊辦機咁俾佢啦，我真係人就暑假咯。哎呦，杭州我唔捌路會點聲，我若捌路我咪買個了去。買個了去咯。後來我有隻隻物件荷蘭嘅咧，佢咯，我去啲 orphanage 裏邊叫荷蘭啊。你大嗰邊幾年？8年。哎，no wonder 啦。後來我對嚟邊個後咧，你唔係轉咩？我真老嘅物件啦，我對嚟邊個後咧，我是自己一間房間裏邊。哦。一間房間，誒我睡房間大，我啲邊咧，過去嘅2年幾3年，我是睡房間大，一間房間裏邊自家了嘅物件，所以我有隻物件加最少啊。冇開掉就我對嚟咧，我隻櫃咧好時咧，我就10個表睇個啦起來啊，冇開掉就隻咯。到我今年年頭買厝了，我甲搬出來點先，我甲開箱，所以我隻物件是3年來喺我房間裏邊是放啲箱裏邊冇開過。哦，當今都大條是巴魯貝啦。我都買，所以當今物件隔了開個了，我才個擺個出來。強囂有厝了。所以我有隻Lego 會食啊，Lego 食個啦擺個出來啦。阿龍你厝到底波曉？你包幾間房？我嘅厝咧是townhouse 嚟，townhouse 住3層樓嘅咯，有樓頂。2樓就是有 top 有 center 個 bottom 啦，係啦，我係間呢是 bottom 嘅，所以我嘅厝咧可是係咪嘅？講是 versatile。哦，講是 versatile， 講是 versatile。因為我車櫃是看唔到我嘅厝嘅，我嘅厝咧是你車櫃位大門咁先係是看唔到下開。看唔到樓下，因為樓下是啲山位炸掉嘅。是，你說你有啲 versatile 嚟。我位咧是啲 versatile 係一站咯，即係 versatile 一站，但係佢咧我係會落樓梯嘅。幾貴嘅？呀，係幾貴嘅。阿龍，before 你搬進你冇叫我哋等住嘅人去看你厝後生咩？冇咯，你冇叫咋？我個報講未看到幾本嘛。我你冇叫下你成日講師傅啊嚟個路嚟，唔是講念經啦，唔是關啦，因為我報厝啦，冇是到底咩係經處去到底？我報我是報埋看到嘅咯。不過阿龍，我未錄，你下邊幾間房，我不去叫你大，我叫你細。龍係細，我去邊啲是隨路龍，大你會龍。會使啊，來咯。住啦 B&B 啊。我係特別就B&B 啊，對荷蘭。哇，大你會一個喊啦，喊擴貴啦。Bed and breakfast。嗱，museum 可open荷蘭看。我是拄着咯，我2間房，一間是我睡荷蘭大啦，當間一房裏邊啲有仔間嘅，係啦，我家己我特別而家是房間嘅。你係大一間，你是大一間啲啊？我係是大2間房本是有仔間嘅，特別有一間咧較細間睡荷蘭大，係啦，我家己大嘅房間咧是較大間嘅，房間裏邊個房間裏面個我你寫幾格格。顧一間房間嘅，房間裏邊顧一間房間，所以我當然係你這間嘅房間是我 study 咯。房內有房，房內有房嘅。哦，幾潮成時間大間慳咯龍。
冇啦，真細經嘅，其實真細經嘅。咁即係房間係咪個房間咧？伊是啊，伊有一個房間，互囡仔大，另外囡仔對，頂住超嘅。I see. 到平時這邊到這邊。我搬出了就係點先？我搬出了就係點先？因為我嘅物件，我覺得搬啦過來咧嗬，我會開箱啦，櫃台較加了物件啦，我慢慢淡薄扣。我搬出來過，我扣到3個禮拜，我就扣了啦。哦，唔係你搬出時你冇去成日講看時間啊，看點先搬出嘅啊？冇啊。係咩？就是咯，我就是妹，安怎無叫風水嘅？係啦，看你點先就是入厝是好日子啊，咱飲衫啊又日頭飲衫啊。對，誒，我飲掉誒，這掉誒。這掉誒。我拜提供本呢？嘛是掉了款呢？你特別係做我，係米係鹽係這個咪？對。這是天生嘛。這是我拜提供嘅。這裡是何心安爾啦，而且你都講喺關嘅人是別啦，別講是攞粒鹽樣走嘅啦。南西這唔是關係咪？這是好多業主，這叫天生上咱等人啊，是係鹽。是啊，我心情啦，我幫有做嘅，即係個了本是有做，是講心情。你只關迄個嘢走咧，是關別掉嘅啦。等，我俾梅朗講佢哋做你天生青子就係講話青子嘅南西嘅梅朗就講話做係咪天生？我講頭先咗。你講下先。做嘅時就要做，還是搬接嘅時就要做？搬接嘅時，都揀一個好嘅點聲了。頭的。好點聲是叫你洪水先生嗰度揀下，洪水先生。我人無去吹洪水嘅時間，我通知你啊。嚇，了 the 出租是 the first one 行接啦，你行一個成一個大盤。就係 tray 啊，你裏面你係一撮嘅米，一撮嘅鹽，了一個細嘅熬嘅油，了一支嘅芥膠。白油啊？油啦 ，cooking oil 啦。係油啦。啊，了芥膠加。芥膠紅色嘅還是白色嘅？冇，青菜。加一盒誒 matches 叫咩啊 ？matches 灰漆啊！嚇，了你 from the 大門啊，你行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house to the double， 伊個煮食嘅位啊，你下你最後邊，了達人就接嚟。哦。這是天生嘛？哦，你唔知啊，當然教人就好。OK，除咗好日子啦，一個 tray 入面係一盒嘅 Kentucky Fried Chicken，唔是？嚟咯，係一撮嘅，你係你直接咧落一撮，係到第一個 tray 頂面啊。in the tray 你一撮嘅米字。back 位啦，你夾出嚟。冇，你係 on the tray itself。你係鹽，係一撮嘅鹽，然後係一支啦隻。一支嘅芥膠，了一盒嘅開切，了一個細杯嘅cooking oil 啦，OK， 了行一去到大門行到去走卡嘅，還是阿妹 ？Right through the house 去到走卡啦。但是講你走卡唔是到啲阿妹呢？So you go around the house and okay. The final destination 的阿妹提起被教嘅會是去走卡啦，特別你行過去特別去樓頂哦。唔使。哦 ，OK， 樓卡就好。但是講你行入厝嘅時，你走卡時就啲樓頂，你就行去樓頂，連一走卡去下掉，一行一點出來一倒，你要自己一下你飲緊。唔使。如果你貴嘅 tray 都下去嘅走卡，而家你嘅都係要揾啦。係就估你跳架你跳架你做架好事啦，你俾做嘢時，你再dispose of all the things 啊。你使係個官嚟接兩禮拜本，還是阿龍貼3禮拜數？唔使啦，
攏個這搬入去啦，一啲捡物件時嘛是有真正有食的嘛，有煮食有不用就走來時就使用啦。這個南西你安怎做？你家己健身安怎做？我講嘅是。有啦，我家己本有做啦，了我講嘅是甲膚色淡薄啦。OK。搬入去咧是咧說有紅光咧，就接紅光性。紅光性錯接。早幾節都接紅光性，接了紅光咧嗬，只要你媽仔一搬咧，你件節就俾開開，開到了會開，你規間厝會開到了開到了。開到了嗬，了第二。迄節搬迄節是毋是？搬迄節即就買一個爐，迄個火炭爐。火炭爐so before 你搬入去，無啊，迄個火炭爐愛買變了，你夾迄個紅光是，紅光節意思啦，紅光節意思嗬，迄個火炭就俾點了火，了放啲大煤，了夾着迄個紅光，加迄個火，迄個厝主加迄個紅光白白貴，迄個火炭爐。下季啊！了一皮就放好勢迄個紅光咯。Gate 嘅南邊是 Gate 南，唔是 Gate 外口啦。Gate 嘅南邊我係冷熱煤嘅啦。熱煤我係 Gate 嘅大 Gate 過後嘅大煤唔係啦，大煤啊，就大煤先。The main door 啦。main door 唔是大，唔是 Gate 啦，唔是 Gate。唔是鐵煤，唔是迄個係咪係 Gate 啦啊？所以下季迄個是早幾節啦，學紅光接性。你係咪爭落啫 ？At least maybe 一禮拜整幾哪日整本表記。OK。你紅光節有看節哦？有看本呢？紅光節有看本呢？係看。我唔知講佢係看 Google Search 啊。冇啦，你看紅邊啊？嗰時，而且你看迄個有咧迄個 calendar 哦，有寫的嘢。就是咯。按時咧嘛，迄節是咁按時。嗰啲是節日，安尼款嘅節係咪啊？節日咧講especially 是按時咧，可能到接啊，嗬，咧個有可能講搬家私啦，頭一項件，袂使搬拄入去先，袂使搬拄入去，頭一項嘅 furniture 啦，袂使紅光度啦嚇，拄袂使搬節，你會使搬沙發，你會使搬眠床，甲了電視甲咩搬，特別拄袂使接先，拄因為嗬。但男仔。你拄嗰粒是 built in 嘅嘛？係你免插啦 built in。built in 都免插啦，迄種都家己搬接嘅。OK。伊講搬接因為華語嚟講，拄是貴嘛。貴貴講好話是貴嘛，所以講未接，再搬都搬沙發未接咯。你有個係咪攞個？OK， 你搬接嚟迄節。接來迄節本是愛迄個火爐頭，迄個火炭嗬，迄個厝主本是下過了，過後夾個了接了嗬，無啊，接 before 一節，上加清子安尼看咯，迄個鹽特別有大葉嘅喎，我係是。我諗冇係大葉。鹽大葉甲米，呢三項。南西路條紅菜無？有紅菜，有啊，我條紅菜啊，有條紅菜，係條紅菜嘅，有過處啊，嗰條。點醋絲餅，你喺你大條個了點醋嘅絲餅。絲項啦，當南西北啊。南西北個了點個了，了個有一個，了迄個火哦，迄火同埋火嗬，袂使食去煮一項甜嘅嘢來食。糖水嗰是蝦米？煮一項糖水來食。了是愛風生水起咧嗬，就是放一桶水，放啲甜嘅動物迄邊夾，了開紅時。你係咪說就是做嚟做咩？係咪生水？風生水起。風生水起嗎？風生水起啊！風生水起係咩意思？是做蝦米本起嘅咯，是大咧去間厝。昂啦，做昂嘅，總之放啲水下，係水鹽啦。你放一桶水，放啲紅時卡，你聽下紅時卡脆，安尼款。放水個我係嚟。免食藥袂起。水氣。搞未住搞冇聽到。
咪我諗。你講下面幫你 key 嘛，邊隻要幫你 key 咯。喂，個了喂個啦，個了冇食嘢了。了別使笑咩啊？投資節去話去是別使笑咩？我諗唔要緊啲，投資節先唔當笑咩？係呢，就無應嘅事啊，鬼去笑咩嗬？我根本唔使白啊！我睇呀，都播一播時嗬，你一隻背去拍拍端係啊，全部豆薑子啊，唔使碰到咯。我播錯嗬啦，咁咧而家被標啊字啊，我就我出事交白路啦，你做我講咧佢兜錯喎。哦。我講咧教兜錯。哎呀。教兜，其實我就係 expert 播錯，而我寫下我寫下就對我買人播。我近日我唔搞一版嘛，播了4刀。哇！我啲裏邊我播了5刀。哇！你只即間得到10年啊！誒，南西啊，你搬去未時啊？就頭2日啊，你多加多，係咪搞到未使開起來嘅啊？是咩？我唔知啊，這裡。這唔知有啲冇聽過。知咩？我佢了過2日啦，真係安排嘅。我是 expert 個安裝咯，我知我2年後就要搬厝，3年後就要搬厝嗬，我就 start packing 啊就，我成家攞。我就 start packing 啊，之後我會扛了一個棚景 ，packing 來放上頭個了放我物件，等下 X file 個了嗬 pack 好先，然後迄個 X file 然後迄個買用個入面個了切個了 pack 好先，因為我買 last minute 我就冇個 last minute 搬出嚟，然後你個嗬，你冇 label 好，冇水好勢啊，對，你亂搬是真用嘅，講真搬是真用。好是英貴可都安排嘅度。呀，條女使點轉嘅咧，其實我都唔知係咪叫做打落去嘅。咁安排。冇啦，伊阿伯為咗寫啦，咧下面有機裏邊你阿都寫係咯。我把我啲經驗，我甲我阿講嗰時，我嗰陣搬嗬，我請人嚟搬，我買插啊，我買去當，我買去搬了，我冇插了。因為啲經是厝搬厝咧，我定買。是棚景搬棚景啊，可能一刀是厝啊，佢要搬出我買，我才聽。我甲人講請我有請過，我唔是我請啦，我公司請人來搬過咗。因為我大啲邊咧transfer 去中國做工嘅點時是公司包嘅了嘅嘛。個公司咧，佢是安排一個 moving 一個 forwarder 一個 service 嚟做我。伊去到我厝咧，人家真幾多他真濟紙臭紙啦，特別是水款嘅紙啦，較薄嘅啦，這種。tissue 啦。因為我講，伊較舊淡薄嘅，伊寫字較唔方便嘅，特別是伊是家來包物件嘅，然後人哋店裏面買玻璃罐嘅，點寫樣包凹用嘅啊。你包冇叻咗？我唔是 tissue 啦。我有另外一個同事是用 bubble wrap 嘅，伊隻嚟處理，伊同我講嗬 ，OK Mister，下面物件要搬，然後我就出來去問佢去選咯，伊成選survey 一道成 survey，伊再佢哋嚟協調應了 record 好時了嗬，伊就對處做 calculation 咯，去選咯，然後一個禮拜過後，伊有好點寫啦，樣就來了，樣開你講嗬，你借掉就使啦，你會做搬行，所以我咪借掉咯，然後樣就 start 了，入咗，伊包緊了。แล้ว一個坤了，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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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落接上接伊家燈接伊車咧嗬，一道上走，แล้ว我就廿一條方啦，伊講幾號，我喺中國，伊係做緊了 declaration 緊了，貴情平關啊，貴 customer 啱做緊了包緊了嘅，我去過中國啦，伊講我講，公司處理我唔知，公司處理應該是冇問題嘅，講公司應該是冇問題嘅，真係貴嘅，特別是應該是 company 好嘛。真貴啊！真貴，伊是 container 水嘅。對，我去到了嗬，伊就和我在點聲啦嗬，我去吹厝咯，吹了厝了，就講伊和我一個月點聲裏邊咧，你就會吹到厝了，好像一個安排點聲啦嗬，讓將完整嘅物件，讓送過來嘅物件幾多少，再到我厝了嗬，我本是借條呢，讓佢開個了和我個了。是咩？國內啊？開個了。特別有冇咁擺嘅咩？有冇咁擺？有擺好啊！你計講到咯，我邊咧我來記嘅係周卡嘛，係咯3度嘅物件係3度嘛，所以伊衫我幾包衫，有隻衫我就講我離開政府愛情咧，伊個咧入係你玻璃紙個咧包個咧水啦，去到新厝點先嚇，我開3度係啦，一櫃束嘅衫對到3到1刀起個了。
哇，嗰係擺參加交。哇！外搬厝了，外搬樣做搬。tapi 你可yang做派外物件，yang做派外隻物件，特別yang有背女啦，yang做派外隻物件。其實物件冇講貴嘅啦，我冇講去做亂啦 ，because 冇講貴嘅物件啦，因為做派外即係係 CD 嘅即係鏡啦，然後本是小數啊，我冇去隨數啦，好所以要背淡薄女咗之後，我就嚟撈緊就咯，係咯。我就講，人哋講嘅 service 啊，其實日本是最好嘅。有時講到我日本嘅朋友，我同你講啊，龍啊，伊人個了係落去個，我成日邊搬嚟嘅，我說公司有叫伊人嚟白下面啊。แล้วลูกไก่ยัง講啊，因為我咧係多羅，一個了開起來ยัง係好路，tapi 別用真係垃圾，伊人顧出了路就要廿幾行嚟家己洗。係啊。上款啦，我本是常正嘅出嚟，搞出嚟自己洗咯。咁日本係咪乜嘢咧？日本呢種嘅 service， 日本是做得最好嘅。日本人搬出嘅 service 是世界，係 world class 嘅最好咧。樣上擺時啊，樣假如切好時咧啊，爆好時咧，起到咧厝嘅咁先，一個假如切到對個，一擺到零零呢，一個咧翹佢嘅厝嘅。所以你搬出過後，你可以製作到為了嗬，你知道假如 design 喺裏邊嘅物件做，你哋冇啲做唔要緊嘅，一直到你只幫工，將要出呢，搬好時候到咧。呢啲物件啊，呢物件搬好時候。你係咪嚟 service charge 我就對，裏邊衫、裏邊褲啊、condom 啊，嗰啲擺好時候攞了。你 condom 係對你走開係拖啊喂。嗱，一停掉咧，一停掉登錄啊。係就哎呦！停掉登錄。頭先你講，嗰時候阿林細講你貴行攞是薄領嘅時，即係貴行攞跟住。兩個出住啊，不能殺你了播出經驗。我冇當今的巴魯格大規間厝，佢走我是水旁邊嘅，都冇較冇呢方便啦。特別咧，我看唔到啦，我負責大喺你湖喺裏邊班底督啊，有貴啊。你好。伊是靚啊，係貴。我你點講咧？講肯定貴嘅咁樣講，特別當你講你搬厝嘅時，你搬厝嘅我搬厝咧我叫我朋友載我，因為我物件無講這事，我到搬到客家去商人咯。因為咧，我搬旁經真正麻煩，我衫較濟啊，了出嚟個了買了商人，貴搬過先就買過先呢。哦。無方便嘛，所衫咧就冇啦，แล้ว想講假絲係咪嗰個商人？哦。我搬錢一次為了誒。你睇你知道你對你隔了算起來你搬過幾多？北京厝了，啲水旁經嘅。嗰了是水旁經嘅 ，because 我愛生嘛，所以了哎呀，不大了，你是當真正係 problem 嘛，個人大喎，你隨到你垃圾嘅人啊。幫曬買牆，幫住。哎呀！你看你喎，你咁講喎，你看我真驚啊！你說，但係兩個佢就特別加係對處嘅。嚇，你只問路解釋嘅啊，那是講伊無情氣啊，如果真正通靠幫曬啦，所以咁好是咁多。誒，你當今你大到這間厝大了久啦？當今嘅咧，我有挪威。我冇做工嘅有做工嘅時我做我外 office，了冇做工嘅時我熟我就轉去三位。三位是我朋友嘅回來了這邊我外 office我就做這邊。哦，是。我隨規間我隨 studio 啦，較型啦，較 more convenient 免隨我啦。你當今嗰啲大有水啦。OK， 我全部掉我嗌嘅，未買過咯。我睇除咗我搞計啲。嚇？攞水啊，攞水攞經啊，當經。經是我朋友無水，三位無水。哦。邊我 office 我水。OK， 當個住阿玲咧，阿玲。我搬過5島啩。5島 OK，
你聽到？佢真係佢真係是七點晚係嘛？大樓頂嘅。貴啊，無做七點晚啦，嗬嘛搬去水厝哦。係 Rex 邊嘅 Rex 邊是七點晚呀？對，我都記記好了。係記啊！七點晚了貴啊搬去嘅面正邊啊，嗰度啊，北加加呢邊啊。北加加呢邊。你整唔知北加加 Super Tanker 邊 Super Tanker 邊？我識北加加掉，我咪知你嚇。Super Tanker，然後貴啊，嗰隻要除咗幫你冇打邊嚇，我剛才識應該除咗幫曬，等邊咧？我冇打喺邊嘅哦，做嘢佢叫我知你做幫啊嘛，我明。OK，嚟講。等阿龍等陣，阿龍你叫，咱到底，咱是到底你 Super Tanker 只，我叫你坐我去，冇叫陣冇學得幫曬，叫阿龍。叫啦，呢個都啦。我去緊你開咖啡啊！我嗰啲學你北京啊！我唔知啊，佢學你北京學5塊喎。我撳時我花車就叫我個時候我撳時咁，唔係啦，依邊貴嘅，學北京嗰邊學5-6塊，一直到被當我講，要緊我嚟學。你快啲做啊嘛！我靠，真係叫人坐我去幫西啊，我個叫人學咩？好彩啊，冇我跟你幫到你跳一個屎。特別呢件中文之間，呢件就係個前期個店嗬。我個只夾，我去除 conference room，because 我是阿妹嘛，我去除你 conference room 係你鬧，有冇人咯 ？because 阿哎呀，我講我咁問清氣嘅針板，佢看到我咁問看佢用垃圾嘅針板嘛，所以我針板我冇插俾佢嚟除，我冇見啊，我看到。John，你誒嘥咩處理事？你歸嚟除你按照做。我就係講即係冇應該同劍馬俾白晒。咪做流啊！先買做啊！先我做。以前我哋借龜個。John啊，我同你講我就嚟講好潮嘅嘢啊！我朋友啊嗬，我到好時我就你講無影嘛。我朋友我古邦地，我做工當劍做工做者咧，我叫鄧樹啦，伊無影起來啊！因為阮規日曉看大波啦，伊本曉看大波咗，我覺得喂人頭，啊你講咩，當然無影叫佢 number 先。個 handset 就冇安尼。個愛特別個冇，我看到鬼有乜事咧？講你咪叉燒啊，當劍乜崩晒。有班嘅成特跟攞冇成，跟攞冇成啊！誒我原來個一鬼是好快咧，就係如果去下你有幫佢咧，係未見看到佢咧。哦，係，喺你話冇見咯，睇下是頭幾來。特別冇，我講聽有當時是安尼款，我有影係是有影崩晒，成定住我險。我特啲咧，飲曬，特啲不落啲故事咧，我咧確實會嚇。我有影 ，because 我去下一間人班，老頂有時講好貴嘛，我 never 會去下一間人班嘅，你知道 ？because 人講老頂貴嘅，我聽到特啲去啲係去下一間，確實係啊。特別我爸就講，老頂嘅人班咪是較前去，嚇 OK 去，我就講去，做乜去？我未啊！我咁晚看到，because 人班垃圾條。個參佢有貴哦，參佢有貴嘅。我嗰時按你看講真，我咁運有貴哦，我唔買垃圾。哇！有影誒，你我講聽啊，你針板啊，那是表曬啊，你手會過掉咋？哎呀，靠線啦，咪講嘅咧。咩叫你哦？垃圾唔該你看咩？有可能有啊，你冇看佢表曬針板咩？唔捌。我唔捌看。我會數啊嘛，嗰種細漢嘅數啦。係。阿 John 嘅表有曬嘅，伊手去過落去啊！你是手過，啊是嘅就問咗，啊啲唔是就問咗，係啲是嘅手過啦。即係你問咗係是你咪是過，就俾掛到啲得啦，你媽咪講到表咯。哎呀，好笑啊！哎呀，阿 John 我同你講，if 你那是
大迄個台灣大屋啦吼 ，share 嘛迄個 toilet，無法咧做垃圾，你們都會去放嘅。我未啊，我驗下啊，我驗下。我啲咩路去啊？有哪時候都可以全個只，你係講嗰隻夾是講jam板了咯，即係啲嚟。我再講jamban了。講jamban地。他哋個講夾了啊。long向人路你來做啊，古仔本來學見啊，是干那講食嘅。你把燒 recording 先先講講放曬嘅。西有啦，西我爸爸講句老西句，我能講，你講伊去大妹啊嚇，伊條落掉未開，一直頭到呢家，伊家己咁包會辦。哎呀！個仔是唔是老西大半山老西？啊啦 ，OK， 等陣放西老西啊，我寫起來食啦 next topic。啊，但係那個講這邊有水柱。水柱嚟講咧，前排你布樓，佢講放西。要布樓嘢真係。OK。應該吹嗰條意嘛？你搬柱講，你搬柱。啊，我一驚搬柱嘅，你我搬柱啊！我冇咩時間出力嘅，所以我搬厝啊，樣嘅看到我大部件就要叫我更貓啊、更肚啊咩啊，因為我冇力你知道。然後我大擺啊更未起啊，歪啊小啊包啊嘛，就講哎呀，你話冇落用啊，冇差咧大隻嚇，但係because大滾啦，滾大未搬咩搬，我上面搬都不到你們。我教啦，不得，我半多半物件好，你頭家物件個更起來是教老去下，不得都無人去搬。一個只衰，特別是只一人叫我去搬啊！誒，來，搬厝啊！一邊啊，美國尤其是啦嚇，美國咧講就來，美國就興嘅嘛，人凊彩有人凊彩講 OK， 我嚟教你到搬咩？我無世界喎，所以我就咁講，你其實搬厝啊 ，OK， 我無應該就點。有啊，有一個朋友搬厝，我人有影甲了閃哦，甲了做 outstation 哦。呀，真誒，因為吼，伊個厝吼是佇山下骹嗰度，所以吼愛落伊厝去伊厝吼，伊有一站樓梯吼，愛起落迄站樓梯誒啊，了個拄着落雨啊，你會拔高誒，你知哦。哎呦！看咯，我甲了走 outstation 咯，伊講伊搬厝時。你睇你叫做閃林細巷。沙巴哦，一直咱一直迄個咩啊，布吉東姑迄邊界哦，咧沙巴，布吉東姑就沙巴嘅嘛。有忘㗎了哦，走去別啊忘㗎了。我就未打，我就驚人叫我搬厝嘅。你我講聽咗，我知我無是甲搬厝，咁我搬厝時我唔捌叫人來教我鬥搬。我感覺家己請人嚇。你就加貼你請人來搬，我無事甲叫人來搬，我希望就是講，你叫人來搬嚇，你就是叫你朋友來甲你搬，你搭人一整嘅嚇。人整啊！呀，對。我講你講，我無事㗎。我無事㗎。人整啊！我聽人講嘅咧啊，我真好命。我好奇，我細漢嘅點聲，我會嫁啊。我搬厝3擺，特別我真細漢，所以我嘛就講亂七數。我家己啊做大人嘅點聲，我本來搬來大幾一間厝，我住咗30幾年。我嗰個高勢 apartment 啊，4年啊，加了是4年，我唔使搬入，我請人加了做好啊。所以你咪搬掉啦，我才驚啦，我免出力。我甲人搬厝坐過，我家己搬我家己厝。我袂隨我吼做廣告嘅時吼，空厝做幾間上甲厝安尼款，了翕了咧吼，迄廣告翕了，佫再吼換空迄間厝都可以，我佫袂講迄個，我佫袂隨迄個句，你知哦？哦，迄個是成日講迄個 production 嘅 set 誒物件啦。我人愛隨幾間厝嘅 props，我愛隨幾間厝嘅 props 對來。一迄間厝sometimes是空厝，sometimes是人嘅厝，特別我袂使用人嘅件事嘢咗，袂使用人嘅嘢，所以就俾搬了伊本地有嘅件事先搬去一邊拍包水 bubble wrap 甲了，袂使做花，了佫再放我人嘅furniture件事入去，
哦。了嗬，了翕了啊嗬，個仔幾拿嚟攞啲搬走，一個仔廿多對小英來看，伊之前呢是安怎呢？一個仔擺多對想學對出租。我人這邊有本啦，我皮本上嚟看，特別我人有你 producer 咪就搭半啊。我冇意思，我是做下 department 嚟。哦，I see. So 我即有人幫我 actually 我人嘅 production 淡薄冇咪 budget，所以我是我 director 咪就幫。但係而家我 director 咪是講白搬，我做 block 所以我想我去水，你搬咁你不要緊，佢哋夾先嗬，唔是去掂嘅度，有啲水端嚟特別家己興。我哋俾錢咧，就俾半夜俾荷蘭，嗰時家己俾咯，看住家己水，唔知點咧，唔啲 forum。啊，是。我係梅浪啊。啊。多少 view 啊？成個睡房間還是睡厝啊？我會記啊，我去邊個愛搬來時，我係麻煩我係講，你若是會找一間新嘅厝，你茫去睡人大了嘅厝，伊人若是愛睡你，還是愛買你8分嘅厝，你唔通摕伊家私，你家己買新嘅。because 啊，迄個人較早啊，你會用嘅家私啊，唔知做啥物物件，迄個早嘅家私你唔知，你有相信安尼哦？咁這人話門窗呢，門窗袂使用。就對啦，冇你門窗吧？你啥桌頂啊、舊椅啦，了你走開物件。唔係桌頂，有時舊椅有時講是紙頭橋。係咪？哇！有到啲你古先係整三擺下。係咩？我嗰條直接咩先跑好住我，把路啊send 我 send 同你，點知我 send 好多同啊嗰啲。啊。especially 伊家私是古早嘅啊，唔知啊，幾陣嘅人用了啊，唔知迄個人死啊是啥物啊？我嘛教我講，家私甲了你買新嘅甲了，我嘛講你無鐳我人出頭路。哇，爽哦！哇，爽哦！經濟，我攏搬去成都，我搬出去。唔捌。這個成都未睇搬就歹哦。是咯，伊啊是咯，人你袂使獨白咧，嗰時可以困掉，人講。對。伊 gas 那是。叫笨蛋嘅成都。唔是講笨蛋啦，伊個迄個 gas 啊，那是老了啊，未用了誒。伊個 compressor 你特別。compressor 啊，袂使接落你個咩 compressor 嗱，舊 gas 都冇用了誒。你個咩可以 settle？你搬咧時候，你個特別可以借了。啊，袂使呢塊開嘅，佢唔使係開。誒，但係只看啊，即係sexy嚟啊，sexy 你明未？哦，嗱，佢就係寫 sexy 嚇，冇停晒，你明未？爸爸知冇停晒㗎了。咁兩隻抓嘛，冇法。你明未？做得就冇拉晒抓啊！這是聖杯唔是啊？哦，這唔是，係你阿莫藤誒。哦，阿莫藤。阿莫藤，換一部停晒，阿莫藤換一部停晒。阿莫藤大擺部停晒嚇。大擺半。阿莫藤我藤話加即係阿玲。啊，青枝加阿玲做第個 show。青枝要青沙啦，青枝青魔啦。我想講都冇青沙嚟，青枝係嘛？白藤本是青魔。我看我徛去互你看啦嚇。哎呀，我徛起來，我看到。我問你徛起來啊！你安尼咁喺卡辣掉去試下。你個冇拍架撈來嘛？慘。架撈冇來啊！你卡你拍架撈嘅啊？我 guarantee 你嘅。別講。我就係每你把成個情感話下，有人無人看到啦，แล้ว你冇錄佢。我唔捌錄你啦。我唔摸。因為我看到執白嘅未錄你啲嘛。我攞白嘅得我看。嗱，我啊，你白咯。是人家用我，是人家有地腳，人家點解唔會 Q 落嚟？人個叫唔加傻威我。應該。哦 ，OK， 你中計剪亂嘅條，然後變咗落邊計拍格。
Yes。水水白的。看我的人我打人看清楚清晒。你一碗有壓住去哦，一碗嘅壓咗。冇，你若是要壓住都會，我無壓住啦。我若是食物件，我喙。無聊啦。哇，青之白馬嘅做另外條 show 嗬。青蛙另外條 show。嗰期把你補漏了。好啦 ，OK， 嗰度。John 先背下。先背下。先背下。我所高階嘅節啦，所播厝播10幾件啊。房間播厝10幾擺啊。Same boy, look. That means what is the longest period you stay in one place? 房間多幾咯，4年咯，10地5年咯，10地5年。我可播時下，細漢播一擺厝時就免播啦，囡仔下所擺來點買兩厘嗰啲啦嚇，所以我就去讀冊時就去 KL 讀冊時就播一擺咯，播 KL 讀冊咯，播了。都係搬去，一年搬去 KL 啦。啊，每當播去 KL 咯。OK。每當播 KL 了，就寫房間㗎，即係每當人啊，佢寫房間攞人困嘅嘛，翻譯嘛。大了無夠，大了點一年，所以個播嗰一擺個，不甲馬來西亞囡仔大隻房間咯。咱愛畢業時個播嗰一擺個，叫佢 KL 播3道，每當播1道就4道。KL 播對每當了個每當播去美國，係禮拜5擺啦。After 你畢業了啦。KL 畢業啦，愛播去美國 continue 我嘅 study 啦。播去美國一擺。你美國播邊度？Ohio，我讀 Ohio 嘅。Ohio ございます。Ohio 嘅啊，所以 Ohio 播下你 Ohio 點播 ？Ohio 而家讀冊時啊 ，college 啊播一擺我。邊度頂啊？你睇 Ohio 讀經？The Ohio State。I see. 喂 nephew 讀啲Bowling Green Ohio 畢業嘅。somewhere around there I think。有。Ohio State 我是播一道、2道、3道Ohio State。播讀2年播3道。播房間啊！後來是 Ohio 播去 California、San Francisco 播一道、2道、3道、4道啊！三個就4道。喲，你先啊！我你物件搬物件，你較就是做咩物件搬嚇？我就是物件搬，我就是死，我個未搬物件人嘅我知那舊燒物件就無，所以我搬時候講我搬就嚟講下。我喺度搬過去時啊，是我條 friend 講 help me 咗，過你隔壁搬過去咗。過你隔壁啊？過你隔壁。搬去 California，所以 California 大了3年幾啊？對嚟以前啲啲咩人啊？我幾個國家，啲12個 box 啊。行船對嚟咯。成個阿龍嗰陣啦。行船對咯，無變咯，所以我家己個行我哋隔壁對去咯，所以你行12個 box 哦，行對去麥當咯，對麥當時睇12個 box 行對麥當時候，我個未曉喎，講喎，你應該去 embassy 嘅是大講這是你 personal belonging 喎，所以無 check 是 tax 就無。tax。伊想講是新，伊咪插你是新物件舊物件，伊 tax 你就無交我紅單嘅時就無，所以未交紅單，因為這物件是。我寄嘅時是貴一個，即是貴一個，他們公司未寄啊，所以伊物件是停去新加坡嘅就無，所以停去新加坡嗬，所以我發到，我未寄啊，咪公司，所以我發到朋友就講，你無寄喺你時候字對啊，我講無，佢哋都冇去 embassy 嘅時字講這是你 personal belonging，你未就印尼咗，你就印尼一度印尼 tax 咗，你現在 tax 啊？embassy 是你是講去印尼 embassy 嘅提對。對，你去印尼 embassy，好似字講是你對戲 for good，แล้ว所以這物件是你 personal belonging，所以我個無去拖下你 personal belonging 喎，無拖下你字喎，伊物件一到新加坡時候，嚇你人愛入麥當，物件入麥當時，我係嚇你公司啦，甲我講啦，你愛行 tax 喎，我講行幾類，我去看伊 tax 我講啦嚇，你物件就無搭類物件，我講係安尼坐類咗，唔即係。
或者很幾千塊誒，幾千塊，但係就無哈無屁，所以我哋講，你睇你物件無算，無賣去啊，嚟物件講，乜嘢啊，十幾年博四賣去咧，無講現得就無變咯，睇伊物件去新加坡咯，去新加坡 claim 出來咯。啊，去新加坡 claim 出來，或者我新加坡有我親戚咯，係去親戚厝咯。哇！咱即特別學掉啊，咱即特啲新波迄邊學掉啊，若是講咱特啲外國讀冊啊，要特啲你作嘅時候，要見特別去你領事館去討一個字聲。唔就新加坡，唔知新加坡是無 tax 我啦，我唔知現幾濟類無少，淡薄類啦，伊出來新加坡類，現幾百塊新加坡類嘅係你我匯出來咯，伊送到我卡身嘅厝咯，或者係幾卡身厝咯，幾廿個月咯。伊兩個隻新椒來啊，嚇新椒，椒是一嘴，有咩？然後後尾，有啲咯。然後後尾有 heart shape 嘅。後尾盲嘅喎。後尾諗乜嘢？你是點？唔知會唔知盲。啊，三會，你咩咩？我咩聽到人嚇？Anyway, continue. So 物件喺新加坡咯，我嘛對去我 hometown 咯，找工啦，做下物啊，找無個，後尾找到一個工去檳城做工咯，所以我個搬去檳城咯。所以我喺你物件咧，新加坡物件咧，慢慢個新加坡夾去檳城咯。哦。家己規劃散夾對檳城，去新加坡來回咧2擺啊，夾你物件對咯，慢慢夾你物件對咯，夾去檳城咯。嗯。去檳城搬幾兜啊？檳城搬1兜人嚟計嚇，搬1兜人。其實公司，成個阿龍講咯，我公司，我甲阿龍是上隻公司嘅 X 公司嚟。哦。所以我公司播我去時候，伊互我一個 container 就無，伊互我一個 half container 就無。我講，哎呦，啱數，我講無，我甲公司談上啊，我講我唔賣下你 half container 啊，你先互我累無？去聊叫我互我累咯。那個基本啊。無，根本我去嗰邊我買新嘅，面牆買新嘅，圖買新嘅，我同咪播我自己物件嘛，就嘛3箍嘅啦嘛，慢慢入去啦。我啲幾類係。我幾類買啊，一類，哎呦，一類都無少類咯，係 half container 啊，John。啊 ，half container 講下，會使講啊？會使，我記得掉，I think 我記得掉20幾千嘅ringgit咧。喲。啊。20幾千ringgit使幾嚟買幾時啊？買幾時啊？咯，係咯，伊互我咯，到尾我 friend 吼，使掉我，因為我幾若強，伊一擺車去嘛，我 friend 使掉我去 claim 就無，伊去 claim 嘅時候，伊無可以 claim 啊。哦。公司搞了，強啊講賣了，你愛壓 container，伊講伊咪好壓開銷。哦，是。所以檳城搬了啦嚇，做了檳城個搬新加坡，我新加坡大新加坡5年啊6年吼，我搬3擺啊。喲，你想咩咧？想基本唔是叫咩啊？你只搞搬厝是咩啊？唔是，我唔是搞搬厝，我檳城搬新加坡。我檳城搬新加坡本只好去嘅，點只好去？我一個朋友辦拄啊，就無所謂物件10幾額個咧吼，是過隻公司吼，逐日一個博過新加坡，一個博過新加坡，一個博過新加坡。所以我朋友講了，你啦過下嚟logistic啦，伊逐日一日過一粒，過去新加坡去咯。所以去新加坡做工嘅時候，我是找到我找到一間印度人嘅，喺印度人嘅厝內，我就解睡房間咯，因為伊是迄個政府厝啊。所以有3間房間，其實伊袂使隨出去嘅就無。所以政府厝伊毋知是行條，你5年內面你袂使隨出去嘅就無。所以伊就偷隨出去咯，伊鎖一間房間起來咯。所以伊隨一間互印度我咯，嗰一間是互菲律賓人咯。我甲伊住無夠3個月4個月啊。伊就趕出去。即係趕出去咧？伊講我。I think 我知唔是趕出去咧，因為你無玩下邊厝嘛，對無？所以我厝度我房間度無電視嘛，我去頭前開伊電視，伊無互我開電視喎。電視機啊，你是講？啊，電視，我去敲啲伊搞伊樣不好，伊無歡喜喎。伊逐日禮拜本逐日啲暗暝時有啲係樹呢就無。啊，啲在時我去電視啦，伊無大，伊鎖房間起來，鎖房間起來。所以伊甲我講，伊講互我一個月，伊互我一個月係你notice叫我搬出去。伊講如我互一個月，講我這房間我愛家己用起來，伊找 excuse 啊，印度人啊，真搞嘅啦，伊搞其他轉甲叫對啦。
我就冇變咯，嘛去找房間咯，後尾找到一個甲一個泰國嘅大咯，我將一個房間咯，大1年下咯，baru買咗我講家己厝咯。當然你大咗家己厝我家己厝誒，所以咁我講搬厝誒，就是我接這間厝時，我本去看講大概講地時好日子啊，幾點好日子咯，當時8點到10點是好日子咯，所以我 before 是 actually 我 before 搬入officially 搬入時我有件物件入嚟啦，下個搭啊，但係冇搬咯，我本好，我後面啦，我爹嘛佢嚟搬啦。所以而家慢慢搬，佢哋8點，佢哋直接唔是我未記幾號啦，是8點到10點搬入去時，我就嘛準備櫃子、米甲鹽呀。我佢哋開我冇準備，我就青菜呀。所以我其實我嘛都有講三佢哋鹽，佢哋米，佢哋 corner 厝下咯。對起。大你corner啊？好似大嘅corner，房間嘅corner啊，廳嘅corner啊，走卡嘅corner有淡薄咯，嗰時對梯咯，係佢只對梯擺咯，擺對梯擺下樣咯，咱搬入嚟咯。我有1年後啦，點我有車，嗰時1年後無，我有後面啊，剛剛有喇嘛來新加坡，我 friend 啊。所以我有叫人嚟叫佢厝先啊，係啦，喇嘛，胡喇嘛，喇嘛叫佢嚟俾你先啊，係咯。所以我講你叫我搬厝，我就驚死，我搬厝我就驚死先。當叫你是英國大學冇拍是讀搬咧啦，冇錯是搬，佢即係搬好我物件，我唔係快啦，幫就叫荷蘭叫我搬，我有搬啦。即係物件，我即係夠收物件嘅。我家己搬，安娜佢在對哪呀？你名咩？新椒？你聽到王未？新椒你聽到王未？我看到你頭啊！你看到嗎？如果下白毛掉起來係一件。你聽到王未？未聽到王好？唔知。OK，不，我係幾邊 ？Hello。哈，嚕。Hello。你名咩先椒？嚟講 hello， 你講 hello 啊嘛？名咩？我啊。嚕。哦 ，hello。你名咩？我直接聽到噔啊，反正聲，我唔知睇看那 video。哦，會啊 ，OK 啊，你名咩？先椒。冇名。我名Samuel。冇啦，冇名啊！阿 John 係咩可以嚟？阿 John 你可以。我個名啊。嗌報名係邊可以啊？讀你好。我可以。白毛啊！人叫我蛇毛呀。蛇毛 ，OK， 好聽。蛇毛啊！毛誒。人家哋叫我蛇毛。我做咩都未叫你蛇毛誒？咪名就蛇苗嘛。蛇毛，你有下頭一擺嚟尋問講下。你到底在？mute 起來咪？mute 咪。是啊。當時我幾邊嗬，幾邊是任人嚟嘛？一邊開放嚟嗬，唔使過嚟嗰時，歸納你嘅盤上泰國盤上嚟念加歸納之類。哦。念經啊，就之前念經啊，那邊。念經嚟歸納看。因為伊個歌是盤上來嘛。I see。講到搬厝只驚咯，只驚搬厝哦。我只驚搬厝。我只驚。哈咪，I think 啊，哈咪人個了啊，哈咪嘅人我所以有傾向嘅啊，像另外伊那是接觸啊，the first step 行入去啊，逐人特別正手會卡住頭先，袂使倒手住頭先。加卡接成啊！加卡。Right。停止 handstand 你摸咪是出來。Right。I mean the right leg 啊。The right leg must go in first。加卡。我係朋友嚟。Right leg。另外朋友係水柑，嗰啲就係飲嘅水柑嘅。水柑啊？冇聽過喎。咁我想試下。lime 啊 lime。我只水。
禮拜日咪切隻 wet 切咧放到啲，幾耐乾，先係死嘅乾咯。我講等我算看我搬出幾刀哈，我試我細行起啦，細行起什麼招會搬去講角色一刀咯，後邊講角個搬去，等陣搬一刀，什麼招搬去講角搬去，冇啊講角就嚟美國啊，講角大隻股，但嚟美國是頭一間是大。我係 college 刀，叫搬第二刀是另外一個 college 刀，所以 college 是搬兩刀，แล้ว在做工嘅時搬去 downtown， 大個高一刀，แล้ว佢個搬去另外一間即係 townhouse， 一個搬去我個幾歲Bruce แล้ว是下邊個俾住切刀，切刀，數啊同我十幾刀啦，已經未算咗啊！我就借咗算我搬嚟借，按借。上幾節是就講啊，14刀啊，14刀啊，聖杯。啊，聖杯講10幾擺，你講14擺嘛？14，啊啲15個擺啊佢咯。啊你我特別攞啊！你個搞播，一個搞笑喎，物件一個唔使講啦。我未摸物件知啦，未摸物件，細下物件未摸，因為爆甲水水嘅就話，我爆甲水水係搞好好嘅。如果我是一個食啊啲全部係咪啊 cap 係咪皮啊，係咪叫咩皮啊？怪皮嘅就我本來就提起笑嘅就冇我播。你話擺佢使做咩啊？難講。咁幫住嘅。冇嘢物件係 exhibition 嚟款。你我成日講伊物件嘅咧，伊個 barcode 咧 scan 嘅 label。邊啊？你到底會啊？伊物件燒到底會？你問定當我有嘅咯，定當我係出隻 CD DVD 嘅，你看下尺啊，我覺得 scan 嘢我就 catalog 嘢到啲我 computer 嘅。嚇！哇！你好了路，照人嘅時候，你使佢使 check out 樣嘅咧，伊個仔個照你尺。哦，你上間英國中嘅咧，你上間英國中嘅咧。伊個 movies 啊，伊個 categorized by director by genre。我有聽過，伊講唔使一照人，伊記講照下嘛，介意先。對。人無興意，介意對介意睇錯對個記，我聽過一隻。英國中真正，伊個即個物件真正唔多啲個咧。唔講下我只記照人物件就，我只記就，有人嗬，有人未曉。自動興比較高嘅物件嚇，個比較高嘅就，我赤照路後水水對係是焦焦去嘅就。我是照嘅 ，sorry。個 CD 本是照人啊嗬，等人啊，你對係是去畫下了嘅喎。我去大學嘅時，咪我照一人我 CD 咯，迄個 CD 我只冇背呢，我就咪你寫俾轉來是迄個安諾唔是咩咩嚇？我俾佢兼講安諾 Ibrahim 瞧你去咗名咪是名呀？個名去咗個名？馬來西亞嘅星啊！伊叫啦，伊佢只上 native 嘅過來。阿媽啦，去咗咩名啊？是啲啊，唔是啊？唔是啦，阿波嚟。阿波佢曉唔知。哎呀 ，anyway， 在那邊啊，剛在那邊。我佢叫咗講來，Ibrahim，在那邊CD 嚇，伊去咗嘅 CD 我同馬來西亞嘅，就我只寶貝，你在馬來西亞定到買 CD 我年代是真係貴嘅，你知唔知？貴啊！貴啊！嚇，30幾塊ringgit了，我就只先聽嘛。因為俾半時我就寄來美國，我就見聽咯，伊歌。因為馬來在我朋友講 ，OK 照伊 ，OK 咯照伊，我冇想咧借啦嚇。特別就是看照伊，我成久啊冇興啊，我講喂 CD 你使興我興咗啊嘛。我未記唔知冇我唔知。興起啊！一杜爛了嘢，我就。你知那是人愛照我 music 嘅 CD 啊，我 music CD 加我 movie 係真係寶貝嘅。我那是要照我 music CD， 我講你學我 copy 學你一個，我 copy 學你，我學你一個，我 original 我未使放嘅。我成日都講解帶地啲定記啊 passport 學嘅我。Hello。
我就嚟嚇石門住嚟啦。石門都好啲。我 hello 聽到。你到底得咯？我喺太平。我哋太平，我太平咪近南西北咯。我聽到南西是太平人，but then 我唔知點樣。哦，你真出名。你是到底在要聽邊咧學幾條歌啊？我4年前啲邊個有聽，我朋友介紹我嘅。哦，裝介紹咯。唔知伊是我嘅嘅，伊樣阮白白做工啲風涼病嘅位，了伊做工嘅時，真係家做別項物件，了伊直聽我聽個，這是伊人笑甲你款呢，那個時候嘛聽。哦，你講你朋友笑啊，咁每塊啲聽下面啦，時間我聽起啊。條我先聽隻古本咧，特別我愛 join 我冇迄個時間 join，because 我做較濟 event 嘅物件，佢了 weekend 嘅位啊咩啊。你當然冇做 band 啦。冇，我2年前我對下太平家己做生意，家己做 event 嘅物件 ，wedding 嘅。哦，你較濟是影下面物件，所以你冇點成參加啦。係咯 ，because wedding 較濟擺落禮拜，了你人係 recording。佢咪日子是無好啦，你一諗冇人教。今日我叫我挑啲我看到安尼咁，我有時間我叫我工人去燒迄個物件，我去做叫人燒。哇！我咪真學啲參掉，但係你成日食味湯啊嘛，成個你來無好事，佢就係個嘢啊，當見。冇，because maybe 是我嘅來問題，假是我電話已經是老了啊，了我再冇滅掉啊。哦，當見個嘢咧。我冚กันแล้วอ่ะวิดีโอ冚即係冚ได้กันแล้ว冚กันแล้ว出一個 hangout 哦啊會啊咯，你看會啊，แล้ว等下喂，你定到是到啲邊領，係是到咯，你講到邊領，嚇，你做工是到邊領對邊領，你是originally 是到邊領嘅人啊，是到啲太平人？冇，我是太平人，แล้ว我啲邊領已經是差不多7年啊，แล้ว佢係是對人太平自己做。哦，係，แล้ว你太平啊，太平嘅。太平，我唔知要貼太平，太平可唔可以好食啊？哎呦，薄餅好食。啊，薄餅好食。哦。辣沙咪未好食，辣沙咪未好食太平。辣沙本好食，你太平真係物好食啦，是可能是家食面。南沙咱食幾條湯，我幾條湯好食。南沙咱去太平食係咪？嗰一個幾條湯。幾條湯，咱去吹一個即個石磨叫石磨叫blend。哈，依邊？使啊！咱去邊呢？咱去吹自己地衰，只冇人教英語節啦。John，你做咩事啊？Why don't we make an overnight trip to 太平去太平去金巴去，如果食金巴啦就對嚟。使，下邊有很多 hotel。我講你是對嚟 John。我12個月19號教下邊你。這12個月啊？啊，這12個月對。這12個月真。特別我有去新加坡。哦，我係想去新加坡讀啦。我到啲1個月唔知幾號先，新加坡呢個10號就嗰時。12個月16號嚟嘅。我唔知 ，actually 我冇 plan 啦，老實講，因為我大擺 every time 我 plan 去，我自己就做嘅了，所以我知道我係 plan 啦。係啊，人家本3個根本食未了啊。有啦，我講你 next time 當時就較 casual 的嘢啦，係點？定係講你有來就來，無來就算，可能咪講就對佢就正位下面，可能係硬哦。but there 啊 John 未，the time 你來啊，26號12個月啊，定掉你那是無定位啊，特restaurant 個了。富嚟啊！講起你成個大啦，姐。Hawker Center 嚇，我去小販中心嘅。好閃啦！你去嗰邊啦，你係裝只啦，嗰隻老細。我人睡只班嘛，我人做攏食咪會咯。哎呦，我是感謝南西先，感謝。喂。南西啊，你講啊，住住啊，住教你鬥下招啊，你問。You don't count on me 啊！我是愛問你。我坐白糖過去，教你鬥招。有人鬥架手嘅啦。有㗎。你看不了 job 不喏嗬？所以這個厝，隔了來。你講吹個鬼啊！我諗佢喂，嗰啲。
晴子，我去你golf course 出來嚇。感謝我買去，感謝下你這衰嘢，我買去。我晴子，但是講我人去啊，係我咧一人啊，往嚟清去咧，冇好別個清嘅啦。係啦，乜即係係啦，我諗佢換緊慣㗎咧，已經啊。這個啊，只 big responsibility，唔但係人去啊，啊是一個人啊，是丟下你強掉啊。我未接未判啊，我買，感謝你我買。I don't want to put more like this。冇事。我叫我差不多幫佢掛龜。就是啊，but anyhow，我未去冇上嘅位啦。係咪先？我有去先。這個啊，只 big responsibility，但係人去啊，啊是一個人啊，是上吊啊。啊，爸比。係咪數錄 playback？我冇。不能晒，我啦，我去邊開是不能晒啫啦。不能晒。爸比都能晒嘅。爸比都會寫你。有時朋友話小英 Kiki 幫啲大妹特別唔會。爸比都請嘅數。照翻你滾。爸比都誒寫起來。anyhow，我未去冇上會啦。我其實。爸比都你看你 live feed 冇看到 ，I think live feed 冇看。You're getting a lot of playback of。我係爸比都會寫，但係I think 佢 live show 佢開掉嘅。哦。啊，人嚇看咗啦，但是講人忙做上做工學嘅基本啊，我派時人就做咧做工。所以人嘅凊彩，人 gathering 去嗰度咯，嚇，人講好定到度咯，係嚟講我去嚟咯，人講下呐。Tapi nasi lu ai boleh saya nam sai kau boleh ni saya boleh tapi wow macam kau orang help lu. Tapi saya pattern kau pattern kau boleh help kan? 我坐pattern 過去。哇，笑啊pattern pattern 啦去。แล้วนั่นสิที่เป็นสังกัดparty นะฮะน่ะคือว่าเป็น party อ่ะว่าเขา講John why don't I fix a date and a time 啊就出ไป來 within that window น่ะสิบ่น่ะสิไล่ว่า too bad ล่ะแล้วนั่นคุยเต็งเชียร์แล้วนั่น we can go we can blah already ล่ะ then we decide where to go 咯係咪所以ลองคิด try arrange ก่อนนะว่าน่ะสิ講啦 set a date 一下我就講我其實去啊嘛，所以我 set a date 咧我做，特別我去啊單本就 limited 咧啦，我別講做咗成物件。So maybe about last time 我去啊，about 幾點鐘嘅，我都能嗬。是哦。So man，你新加坡幾日？新加坡係3日呢嚇。3日。搞了3日哦，閒時咯。閒時。都難嘅。Actually，你 district 冇久啊 ，John。你 December 19號到Penang。啊。你26號嚟 KL。啊，對。啊？你幾時去新加坡啊？10號，1月10號。1月10號。Jagong，伊講伊愛去嚟 KL 嘛？都條上單嘛 ？I think 伊講the time 講伊講 she will be the timing is good 啊。Okay, good. 然後嚟曬 organize 佢咪做後面當做就做咯。好啦，我包變一個 busing 啊，包變。你我後尾有袋咧，你嚟記哦。แล้วว่าลังไอ้ที่หามีแต่ว่า你袋咧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อยู่你講備用啊ว่าลัง make sure อี邊一邊冇曬地啊。佢哋把蛇袋都備用啊嘛。我 donate one whole box of toilet paper。Let's go แล้ว我當時嗬講一隻咩嘅氣，我哋講你係咩插 ？Okay. I think that's better。諗曬。聽啦，免去想，到叫迄 driver 講哦，叫我去到遮嘅載我去呢，啊去食榴蓮去啊，食咩食？諗曬。我就嘅你坐去入邊食。
啊是啊，迄个湖啊，迄个冇嘅定義嘅啦，冇嘅定義，唔係食你八丁湖。你啊，就好食好食，有影食。我哋估啊，南沙我嗰啲小條個，人食係真出，佢哋真出名啊！我人包星面呢我嗱晒講啲KL地好似包 sting wing 嗰時 sting bus 哦，叫人換車啦，講真啦，咪會使啊！我哋香格桑就你一隔了，佢會使講成班啦面啦嗬，你一記得落去。對。啊，你看到路邊係咪落車食個去？人個正，人個夾貼咧水車類啦。對啦，嚟類了，我人睡一個 apartment， 睡一個幾哪里房間嘅 apartment 啊，有成班加三百馬仔。哦。汽車成班個落車成班個汽車，你看食成班我拿到對。你好啊好，我 apartment 我個名換老大位。是啊，我隔了會響。特別apartment 特別偏係看幾間嘅賺間啊。Why？定是 why？阿冇咪是賺間特別買 ticket 啊。誒，啷那是水 apartment 佢就。人 number。誒，看那水 apartment 一個就可以啦。要累係咪比較麻煩？冇要緊嘅阿 John。咱看咱幾個人啊，隨便也借 apartment 也借 ，before 咱出車啊 ，before we start the journey， 咱做 long division 後先，然後若是車無夠嘅，咱個一人個淡巴啦，特人個淡巴啦。係。那是有心 help 我 organize 我就去哦，แล้ว人講點，人個 Beverly 甲我講嗰時，人講其實會啊。領導講佢，你咪是一個人來本咧就你要愛，要啊，然後20人哦，20人哦，無少啲你20人哦。啊，20人有哦。有啊。10小時就。啊，對，咱攞到較假個啦，咱個。對，攞，I think 有30，有夠30人啊，較假。差唔多30人嚇。誒你apartment未多啊？唔是多啦，睇大家嚟試。你apartment你是 apartment 無夠嘛睡幾間厝啦。誒我袂啷啊，特別咱較就是講幾名嚟講無困啊，較就是。無啦，你看我 apartment 會收到最後，因為 November 我 apartment， 我 apartment 會收到最後12個是空厝吼，咧我好多人。哇！咱特別保路啦，咱特別免保啊啦，又好似保面啦，保面貴免保啦。工厝是驚講，伊唔知第時我叫伊到 November 叫伊甲，學伊到 November 就要搬了。我驚迄個 November 搬，甲來搬12個，我特別愛接份呢，即係我下面唔知會攰我多。啊，免接份呢？咱去看昆托卡貝啊！哎呀，日超係托卡啦哦。咱係超的呀，咱 picnic 嘅呢嘛。我夠看啦，到時迄個啦，因為我是可以到 November，然後你免睡。你係8蚊到咯，你係8蚊到咯。你那個你食成個大廚嘅啦，但係我唔係幫咩免驚啦，佢載到舊迄8蚊啊，忘個了。咱 van 係夠濟哦，咱 van。咱是 van， 看到濟人咯，就是講是人濟，我唔驚 mini bus 啊。咱去走去吹呢，物件你曉吹啊？會啦 ，online 吹會啦。即係若是咱借van 啊。貴名無去都無要緊嘅，咱免煩惱未拄久。就係咱花錢哈。是咯。我會使去到回家，嗰時暗暝迄段我去巴生食海鮮嗰時係咪哦？你講咱嘅time特別是會就是 time 咧，我計叫我親戚講，都咱是咩？我講我 parents 唔使係對我嘅笑喎，肯定是。去apartment 若是倒落有房間，互你 parents 困嘅房間啦，咱加了咱困。是愛講買線呢，就是睡 KL Center 內邊咯，愛得往 KL Center， 是你 parents 買對吼，你 parents 就 KL Center 行咯，愛得往睡不記邊當嘅 area 啦。哦 ，OK， 啊，你看你去 shopping 咯。ยังบ่無 shopping 啦，佢只是對我前，我特別我是去吹我前隻，所以我特別，但是講我再講我自己，我計講其實我無事。要我帶嚟去，等我上好去 KL 就估，等陣咱個冚一冚第一個講。其實好嚟一舊，那就因為嗰度三個月舊啊。啊，就是啊，冇講隻估啊咋。冇講隻估誒，得快。
OK， 嚟咱對冚大啦，咱啊你話第時咱個嚟講下，感謝這禮拜。講了啊！好掛住講下。is 一個 recording 哦。有啊，確定個接掉，我個晒 recording。確定個有啊。幾百年不老啊！你老誒，這是 number one 呀，個個晒。11點啫，我記住嗰隻5點半啊。晒 show 啊，我晒 show recording。都老定，我看到一個係咪 ghost story 啊？next one。有。搞講 next。咩做啊？幾點啊？當今我就聊嗰時我個琴日我是個 start 嘅新嘅 show，你個到對嚟 join 到對啲新嘅 show，先個 topic 嘅，個 story 先實講啊。OK。等我介紹我特別嘉賓先，這禮拜特別嘉賓咧是特晚後點阿龍走去啊，無video 個特別走去啊。未走個女嚟啊！太怪。阿龍嗰個呢度俾講你做嘅故事啊？我見住我俾出去啊，見住我俾佢曉啦。OK，แล้วOKแล้ว後條阿龍咯，แล้ว個老椒阿玲咯，แล้ว個新椒淡薄個布朗薩，老椒南西。你先，你只要咖啡剛會什麼？等陣我看這個係咪來講這個冊。我會介紹，我希望我會教支持我啦。這本冊是邊個州政府出嘅7月7號把那個出嘅。咩冊來講啊？冊裏邊有42個人。寫嘅39個是寫啦，另外3個是翕小影，我是39個其中一個，所以我有寫一篇嘅文章。篇嘅文章是用係咪寫？我特人嘅文章咧，嗬，隔了本是用 Mandarin 寫嘅，隔了是華語嘅，隔了是 Mandarin 寫。我係一篇咧是用檳城福建話寫嘅。你用檳城福建話寫，你讀我聽，你頭一段嘅，頭我聽你用福建話寫。頭一段啦 ，OK， 我都看咯，這邊是我嘅小影咯，我嘅小影，然後這邊咧嗬，是我寫一條嘅詩，播音啦，播音，我嘅詩本用福建話寫嘅，我讀一段互人聽啦，OK， 我讀一段咯，一段。牙帶，我冇講你卡吹嘅， OK， 我講，我係記細漢時甲阿媽看戲嘅情景。會記迄台門口來去嘅車，來去嘅人，來去嘅各種無相關嘅味素，並且過去嘅20年來經歷正大嘅改變，關樓愈起愈濟，人口愈刷愈密，這不時互我想起古早佇當中門仔經驗過嘅改變。那後尾去買來睇，到底買去菜店，凊彩菜店有通買啊？菜店買袂到，你特別去南城有一間白廚，迄一間白廚是 George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 迄邊就買啦，一本25塊。哦，伊個人免講佢就支持我啦，嚇免講佢就支持我啦，裏邊有39個人寫嘅物件嘛。咁咧本是無相關嘅檳城嘅 memory 嘅檳城嘅記憶咧，咁咧伊個檔嘅咧，伊檔嘅咧本是用手畫出來嘅咧。阿龍，你使買張我對伊個興嗰類。冇問題，我厝有真濟本。我愛簽名，我愛簽名。我唔愛簽名，我唔愛簽名。簽名我唔買咯。誒，所以如果係簽名咧，我冇人知得字幕。會使喎，你唔夠冚超熱。阿龍，你想做定期啊？阿龍，買紙買播 NG， 咱無夠檳城都播下個。播下個一字咩事？請可能個幾隻學生來，你看。嗱，攏去買啦，是攏買學長簽，咪是攏個計講。哦，落啊 ，OK。係咪你 online 攤買還是跟他去啲即係店嗰攤買？冇落係買，人個人落我啦，啲 Facebook 隨我啦，我俾我落咯，係啦，搞未叫。KL 小南路嘅。我就 KL 小南話，我係禮拜去嘛。你使幾隻他去買啦？去 KL。我拍樹咧。我拍樹本。下禮拜係咩啊？下禮拜係咩時禮拜啊？嗱，然後接 show 辦事是 next week 嘅嘛。
too late already. Sorry. Limited stock 啊。OK， 嚟個介紹佢後條阿龍啦，波浪實啦，阿玲啦，南晒啦，善椒咖啡剛剛阿蛇婆啦，แล้วก็有聖貝啊，老椒青子，鵝藤老椒กับบาร์บีคิว哇，你水同บาร์บีคิว，แล้วเขาทำ乜自己走去啊？是自己啊？好喎，了啊，自己了啊。OK， 藤咯。阿莫騰嚟sexy 就係揾佢 shoulder 啫。OK， 各位聽眾收聽，希望禮拜嗰度都係先話先邊啲學嘅人話啲，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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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當今我冚這裡 hang out 啦，你看這 hang out 嘅 topic 是播出嘛？第二我幫助對人有時候開啲新嘅 topic 是叫做新嘅啊，我落個對係 join 佢啦。Make sure you leave the room 啊，你如果冇 leave the room，你被 join 掉。OK 哦。OK。So give me 1 minute 啦，我幫助 very 快。拜拜。拜。 OK， 就咪幾個對嚟，拜拜。拜拜。